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唐中信。今集咧講丙午馬年流年主星天梁嘅個人運程。咁點樣揾自己流年主星啦？咩主星最吉最凶啦？同埋咧有咩要注意？咁可以咧睇翻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集嘅財運。馬年正財咧幾好嘅，咁但係要先凶後吉。先破財咧，而後得財。咁偏財咧都唔錯嘅，幾遇財星咧可喜可賀。咁啊，但係眼界要闊嚇，要廣角咁睇事情。咁一旦做咗決定咧，就要貫徹落實啊，忌三心兩意，更忌臨陣逆將。咁只宜咧按照既定方針進行，否則咧好容易因小失大，最後咧得不償失。事業啦，受僱者多為專業人士，處於各行各業嘅顧問位置。咁入啱行問題唔大嘅。咁如果唔係咧，喺後台做支援咧就還好啊。如果係要對客交際應酬，咁就不單止做得辛苦啦，而且咧就效益低嘅。咁今年咧可以考慮轉工啊。咁營商者咧以喺幕後操作為佳。咁啊既出面咧就做話事人，咁要做到咧下情上達。上層咧係全面掌控呢個決策。馬年前凶後吉，先苦後甜。咁藥物相關嘅行業咧就會比較好啲。姻緣，已婚者不論男女都負面情緒高漲，思想咧就偏向消極。左思右想，諗東諗西，疑神疑鬼。咁如果想維持咧，就要聚少離多啊！咁但係同時咧要保持溝通，否則咧婚姻係有危機嘅。咁未婚者咧擇偶嚴格啊，咁對自己咧就有要求嘅同時咧，對人哋嘅要求咧就仲高。咁相處咧一般唔容易。不過一把鎖咧只有一把鎖匙嘅，唔使太擔心。咁但係順其自然嘅同時咧，要明白自己咧唔願意就人嚇。咁有戀愛成熟嘅對象咧，今年就快啲結婚啊，難能可貴啊！健康要多留心腸胃問題啦，同埋血嘅疾病。男女咧相同嘅，咁可能咧要做手術啊。咁好在咧有貴人幫扶，咁有逢凶化吉之象。咁手術之後咧調養得宜，咁好快咧就會復原噶啦。咁至於久病嘅長者咧就比較兇險，年紀大唔願意做手術，堅持己見，寧願安詳咁離去，都唔願意捱刀。呢個咧係個人選擇嚟嘅。不過如果做手術嘅話咧，會有貴人幫助，渡過危險。赤馬同中若休確，山南險象緊追蹤。馬年重點係埋堆，車公遇事精工造假，真誠無價。咁大家咧可以結合參考嘅。咁流年主星天梁就講到呢度啦。咁有嘢想講，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。祝大家馬年吉祥，萬事如意。多謝大家。